举重国手郭婞淳在台东演讲时抛出震撼弹，说要把明年冬奥当成最后一战，全力力拼，如果顺利夺下金牌，考虑要退休。他说主要是因为练了10多年的举重，身体旧伤还没痊愈，紧接着又持续练习，身体有些负荷不了。不过他也强调退休可能在计划中，拼完2020冬奥后，会再视身体状况，决定要不要再战2022杭州亚运。举重国手郭婞淳在明年2020设定自己是最后一战，希望在明年奥运可以拿下自己7大满贯最后一冠。举重国手郭婞淳获邀演讲分享参赛经验，但突如其来这么一段话，让大家吓了一跳。举重国手郭婞淳，毕竟我也练了10年多，身上也有一些伤，有些伤也都还没好，一直都在训练、比赛。25岁的郭婞淳代表台湾征战不少国际赛，他说身上的伤随着一场场比赛不断增加，身体恐怕会超载，所以才会动了退休念头。举重国手郭婞淳，冬奥比完之后，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，还是会选择继续拼战2022的杭州亚运。让粉丝们吓了好大一跳。他进一步解释，并不是冬奥结束就退休，而是会当作最后一场力拼。如果顺利夺下金牌，退休可能也在计划中，一切还是要以身体状况为主。举重国手郭婞淳，我希望在退休之后，我希望可以自己到很多国家走一走，不会再是以选手身份出国，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台东开早餐店。而未来如果真的退休，他想回台东开早餐店，是希望学弟妹在一天当中的第一餐是吃到营养、有活力的，也藉这个机会回馈家乡。而同为举重选手的许淑净，在他27岁时因伤退赛，也宣布退休。这次郭婞淳似乎也动了退休念头。